这个想法是你想要这样唱，还是跟老师讨论？那你们这样子讨论大概花了多久的时间呢？大概5分钟吧。教我走啊走啊做事啊。你煮一头有多少钱？差不多500块。都網絡要買480元，贏嘅冇誒580。老师好像看错了，480那个是纸做的。老热倒里台，哦，大家好，大家好，哇，今日又到安尼6强的积分赛啦，哈，哎，踢一个礼拜哦，踢礼拜，所以啊6强啊，真的都当强，因为你万人当中啊，献出了6位，又是他们好的开始。是。积分赛比赛规则，大礼拜有无同样的主题，参赛者7家选过的，经过6礼拜的比赛，累积分数最高的前3名，就可以进入到年冠军的比赛。啊，今日进行今日比赛之前的介绍几个比赛。一家小先生，七个李先生，74李先生，6个李先生。今天有唱到苏哥提的一家小先生，講一下今日做乜嘅咯？有乜嘅主題係冇？今日主題親無共同，用我做出去愛你記定啊，最重要是你選國家，我選到本人做得記定。嘿，創立國，啲創出個啊，也是你的國，愛用感覺。你也是根本的比賽做，愛講究愛用的，你愛用都行，好不好？做一條歌，替他量身定做的歌樣啊。我有看到第一條出去有量身定做的。是老師竟然把我們的梗破掉。因为今天大家都在搶位置，大家都在卡位。好，剔除國位是太昂牛。好，太公牛。好，老師已經幫我們 Q 了。不是，他很想要占我這個位置很久了，我偏偏就是不要讓他得逞，對不對？哎，今日嚟分享 TV 總新聞帶來太昂牛，有各位哦。看一條歌咁有適合佢。佢唱得老師會記得佢嗎？應該佢會記得。誒，聽我。對，談看。Hello， 大家好，我是總新聞。今日先兩條歌的是太昂牛。這首歌曲呢，非常的可愛，可以完全展現出我可愛的風格。那也希望大家聽完這首歌可以牢牢記住我哦，什麼太嘎。第一擺看到你嘅世界樣板，冇感覺特別興奮。希望你將嘅流沙帶來了，你唔是上過苗人高茶。千言萬語想為老你講，無奈何一題材改變，哎呀呀，你又會安戇。一句話都唔愛講，哎呀呀，你倆跳太昂牛，愛不顛倒天公，天把莫大一統。哎呀呀，你倆跳太昂牛，愛講愛撒扮演，你撒本愛自從。哎呀呀，你倆跳太昂牛，
罗哥、海君姐好。嗨，太牛牛。用我线下条歌呢，你不能因为我在这里，你就要选这首歌嘛。哎，对。说出我的心声啦。哎，这不好意思的。它里面在描述什么？就是说，一个男生然后笨笨的，都不懂女生的心意，这样。对啦，笨笨的啦。我就是这样子。对呀。不懂女生的心。对呀。但是女生都不知道我是欲擒故纵。哎，这首更可爱哈，啊，很可爱啦。啊，对，打情骂俏的歌。太空有那条国外这种感觉，然后我觉得你唱的蛮适合的。清新。一个小女孩那种带来这种，像情窦初开一样，你都不了解我的心。啊，来，公平，好不好？哎，有这样的叶嘉修老师。哎，基本那条国外除了我以基点爱，你听唱这种轻快的歌啊，什么对你来讲是轻厚，但是有一点是我感觉你选调可能太低了。哎呀呀，你俩跳太牛牛，快唱夜龙大风，我本爱发可以梦梦。我们请那个小康老师，我们直接就升个全音算了，好不好？然后直接副歌，哎，全音啊。对，对不起，老师谱已经丢掉，刚刚丢在旁边。好，找得到吗？还找得到？对，他很敬业的，好来 ，OK， 1 2。哎呀呀，你俩跳太牛牛，按部颠倒天公天发梦大一通。哎呀呀，你俩跳太牛牛，爱讲爱色扮演，你撒下本爱注重。哎呀呀，你俩跳太牛牛。好多了耶！对呀，下次选调的时候会注意，是因为他现在已经过了变声期了，已经很稳定了。稳定了以后，你要选一个你自己有把握、掌控，尤其从高音开始。那个甘广老师说，他是觉得，我觉得他对高音比较没有把握，一直往下降，这样心情都建立起来，就高音就直接挑战就好，勇敢的吼出去，要跟我们海军一样，这样对不对？好了，好，加油！好，谢谢老师。好了，总评委的分数。我搞错了。所以你看这个老人家真的，我们要体谅他。不是他最近最近都不知道怎么样呢。我应该对啊，推去晒太阳。我要不要介绍医生？晒一晒，脑袋比较清醒。不过谢谢叶老师啊，你是不是一本都我哪样？对，罗老师，你哎。唱都不差啊！对啊，不错耶。我遐呢吼，因为新闻今日表现对我心关度方这个实力，其实今日较弱一些咧。唱甲叶老师安尼点啊出来，今日天气真个重台是咧。要是果个甜度、可爱度根本无表现出来啊！本医生英文其实係吸的分數，其實要是果佢好表現的話。男按23分、24分应该是没问题的。压6强赛已经开始了，我在前面给你一个小警告，你后面的路你才会更加的警惕自己。我的用意是这样子的，好吗？加油 ，OK。谢谢老师，又是警告的。不管是你所有的参赛朋友都可以一样，好不好？还有5个礼拜，好，加油。好，谢谢。好，休息一下。好，来回做休息。下来，罗年龄带来好好坏坏，蛮适合她的，好好又坏坏，感觉就是那种坏坏的女孩子哦，坏丫头，对，坏水头。我今天带来这首歌叫做《好好坏坏》。这首歌呢，它代表意思就是他喜欢自由的，不喜欢被约束。我觉得这首歌就感觉很像我一样，不喜欢被约束。那我希望今天呢，能够完全的呈现这首歌要带给大家的感觉。那么想我一切爱能的状态，慢慢了解，困住的灵魂，硬化的姿态。那么想我一切爱不免规范，难做嘛改，生
be alive， 好好快快，把功雷天数，呀哈就自由自在。哦哦哦。Gonna be alright， 好好快快，心跳嘅浪海，呀哈就勇敢。Everything's gonna be alright， 好好快快，把功雷天数，呀团里唱，呀哈困是精彩，在那里自然，就比那里摇摆。精彩，也不是烦恼意，也不是烦恼爱，在压榨发发世界关机，好好拜拜。拜拜拜拜。让我想了先要跳歌诶，就系要跳歌的，就系讲，就系某一本人限制给他审发通，要自由啦，对，不要受到约束就对了。就是觉得我其实就是蛮不喜欢被限制的。应该也没有人会限制你了。嗯哼，从小可能就是那种比较反骨的那一种，不会滚，就是父母今天叫你干嘛干嘛干嘛做这种，我偏偏不要。有没有这样？会有这种感觉。可是小时候蛮乖的，就还是听话。哦，对，是啊。但是其实就是里面有一个叛逆的心。哦，每个人都这样。什么时候才开始展现出来？你说展现叛逆吗？就是内心叛逆啊，但是外表很乖，但是你总有一天你会真的就是把它显现出来啊。也不是说到叛，就是我想选择自己想做的事情，但是对于可能就是家人来说，就是没有办法接受说你想要做什么这样，但是不是到坏那一种。对对对。OK。不会啦，俺亚讲真的也不会坏到那一天。而且又是学音乐的孩子，就不会变学音乐的小孩不会变坏呀。变坏了你也不知道耶。看他今天唱这首歌，老师有没有想起他了哦？好吗？来，我们起自必欣赏。叶玲。你看到我的表情，你就定係罵你吼。你偷了首歌曲真偷懂好，就唱佢比賽到底下開始，我就知道佢呢張人吼好好快快。咁佢之前比賽，一下要跌出去啦，一下吼要衝暗號最高分。我攏講哦，你6強誒。我先講好優點，你呢張人本太感覺說舞台就是他的。我覺得這個痴心兔吼，很愛吃豆，來本最高分的地方，包括你剛剛忘詞。對不對？你是忘詞，你看沒有人發現你演示得多好，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這樣，包括我自己表演這麼多了，我即使忘詞，我還是會突然慌張，他就覺得很自然，我就忘詞忘了應該。我覺得這個態度很好。他自己有編，他自己拉，他自己拉，然後他自己填詞進去。我還是一直要警告你，已經6強了 ，pitch 還是有很大的問題。譬如講，你挑了一個這樣的歌來唱，你有拜那個地方有半音，你都沒有唱到，只有最後一次才唱到，你知道嗎？還有你亞述歌曲那個鬆度還有律動感，你做到了，但是
没有很到位。故事讲在糖尿素狗课的时间，他吃到好像不痛不痒，好像很好，又好像没有很好，就是卡在那里。然后刚叶老师也说，我们好像得觉得你女歌男唱或男歌女唱，最重要就是 key， 你千万要记得，你还有不有按强的老师小康老师，他们那么专业，你一定要跟老师不要不好意思。好，你就调到你最舒服的 key， 好不好？好，谢谢老师。好，按仔细，看分数来。老娘的分数。真的很不高。哎，加油加油！很绿耶。很绿。这个一开始的这个分数，真的，如果你没有冲过哈，后面要追要非常的辛苦。歹勢，哎，我剛唔記得，我咩龍洞都必須的朋友講，唱葉玲安尼唱歌的方法，我要教你，如果你真的覺得你的律動感不好，你又想挑這樣的歌，其實你可以一邊踏步一邊唱歌，好不好？拜拜拜拜，你就以右腳為基準，就像踢正步一樣。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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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走得，拜拜拜拜拜拜。走的，吃宽那这种方法，好吗？这样可以加重你的一些重音的选择，还有你自己节奏感的训练。好，加油！谢谢老师，谢谢，很好的建议，好吧？加油！还有5个礼拜，好，加油！好 ，OK， 加油！谢谢。拿出你的洪荒之力，好吗？来，拼了！好，谢谢。按仔細，拜。接下來用力帶來情歌純欣賞。差不多了，給唱的歌就。不，就是一些大家耳熟能詳的歌，來一段彈歌啦。今天要唱的這首歌剛好符合今天的題目，因為我之前有把這首歌上傳歌唱平台，所以我今天把這首歌拿出來唱，讓更多人能夠認識我，也能夠認識客家。
重重的心思。小康老师为了我们这个节目，真的用尽心思。他大概礼拜一开始，他就要开始写谱。当然就是有时候写像肥水不落外人田，他有时候就会一些希望镜头可以留久一点。你看刚刚那个琴，他就编了大概8小节，就是他这样。我是故意的。在世的世界，爱就爱从山高。我在享受，我后来把耳机都拿下来。今天的歌曲我没有评语，我觉得你最棒的就是保留温暖的感觉。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元宵节快乐！元宵节快乐！哇，越来越进步了，谢谢。难怪他自己很臭屁说呢，说他把这首歌他有唱了以后，他的版本给丢到网络当中，哎呦，还丢到网络上面，哎，不认同。哇，所以很多朋友说，本来不知道这首歌的，是因为听了他唱的那么的好听。我没有说那才喜欢这首歌，要夸张一点呐。不是因为这首歌是林老师的歌，这首歌蛮老的。林展毅老师。林展毅老师，很有感情。对，很有感情。然后今天又刚好是元宵节嘛。元宵节创那条咁是哈。因为元宵节女孩子要来去讨班唱歌好安啊。所以元宵节月亮很大，才找得到好冲彩嘛。你就是唱这首歌想要搬唱的对了。好会凹哦。怎么讲？真的很会凹呢。怎么讲？你也是个人才哎。我没有想要把你干掉。我知道你没有办法。我可以去主持那个老一辈的啊。我也可以演小朋友，妈咪。我很想念你。有唱到起司比起上的公平，李老师，OK，丽如姐姐，我想的每一件事情哈，要出国的係頭一擺啲公開嘅表演，唱嗎？第2次，聽一擺哈，聽一擺唱的時間，係用同一個 key 嗎？沒有，那個 key 快破表，所以你現在是比較低的。對，壓卡大誒。好 ，OK， 我大概知道了。那因为哈，我这样讲哈，我们先讲一些小小的地方哈，就会讲，其实亚洲国外係探戈為國嘅，節奏部分它其實是有很強烈的律動。不過呢，唱國嘅人我有哇哇的感覺，在這一個律動這麼強的一個狀況之下，你唱的應該是一種滑潤。不過呢，今邊人嘅嗓，調一隻音樂嘅時間，我就吃到有跳強嘅，好跳強嘅，好，不過。還不太影響我對你的看法，因為兩個歷練在這裡頭，我聽得出來你在歷練上面，你可以表達非常的游刃有餘。不過就係講，兩個上線啊，第一代表彈到有較粗的喂，冇按溫柔，所以呢彈起來，我彈到嗰種滑潤的感覺，啲人呢tango裡面我會彈較冇，學會彈較冇，所以我希望講，所以講你在可能。因為按你彈下來，從頭聽到尾，我聽不到你的中低音，佢都飄到當空去，所以你到唱到輕高音，心上歌上的時間，幾乎也快要破表了。意思係講，其實，在你的音域裡面，你不用的那片，我唱起來較爽快，應該可以潛幾十點。輕高音冇錯，可能會知道，我較好發揮。不過呢？因為有上時因為破表，反而影響了整段裡面要表達的情緒，這比較可惜。所以我比較注意的是說，唱歌的人老音樂的部分那個 match 度夠不夠，緊閉彈起來就會比較顯得比較沒有那麼貼。可是歷練，我聽得出來你是非常有成熟度的。謝謝。OK， 好，安子 say。溫柔哈，看分數吧。好的，可以哈，可以哈。用力嘅分數。謝謝，是小福利，謝謝，元宵節快樂，謝謝。好嘞，下來。陳松娟，我客家節目會唱英文歌啊？有啊，一條安尼客家天師台8點檔的主題曲啊，哦 ，Tell You。Hello， 大家好。上一集评审老師有提到說，就是我在詮釋一些感情比較重的歌曲當中呢，高音用的有點太多了，所以這一次為了讓大家對我印象更深刻，
少了更多的缺点。我这次特别准备了一首感情一样很浓很厚的歌，但是呢高音比较没有那么多，希望大家对我的印象可以更深刻。谢谢。一粒酒，放啊一生嘅梦想，燃了暗光，开始等一到天光，将眼神目之含含，恋爱词中甜痛，老老交交归通旁，等开暗星啊的迷香。一粒酒发酵以後就天香，燃了暗光，天無經變是經窗，將眼神目之含含，等意思心酸愛，老老交交歸通旁，等開紅條有啊的迷香。愛有重重嘅心思，強強空地該暗公度，上尾條條老一講倆雜故事。條有愛有發酵嘅心思，總得打在一出一落，一扎扎嘅暗講，唔是按心說。條有愛有重重嘅心思。強強空地該暗公路，上尾條條老一講倆雜故事。條有愛有發酵嘅心思，總得買也買該一出一落，一扎扎嘅暗講，唔是按心說。等開暗聲音聲啊的迷香。謝謝。罗哥好，海军好，弹得好美哦。哎，他要唱歌，你夸奖他。对不起啊，真是的，没事弹那么美，掩盖过参赛者的风采。真是哦。小康老师为了我们这个节目，真的用尽心思，花了很多脑筋。因为比如说礼拜六、礼拜天要录影，他大概礼拜一开始，他就要开始写谱，每一首歌你们要唱的歌，他就写。当然就是有时候写人家肥水不落外人田，他有时候就会一些希望镜头可以留久一点。你看刚刚那个琴，他就最后就编了大概8小节就让他在，真的镜头就留在他那里。真的不相信你在弹，你在 solo 也是那个。不用，我是故意的。原本没有设计在里面的，是不是？老师辛苦了，跟老师们都辛苦了，安子 C。对，哇，你为什么转过来看到他就傻眼？我觉得你今天闷闷的，你有心事吗？没有啊，还好，很紧张。对。以前也紧张啊，可是今天特别紧张。哎呦，因为今天评审老师的讲评特别严格。你是看到前面那几位是不是？因为也已经进入6强嘛，进入6强的，所以老师们当然就会比较严格一点。尤其好像你上次有听罗国礼老师说什么，你在选歌方面还是什么？对，高音的部分，对，所以今天挑的歌比较高一点，但是还是要用有感情去诠释。罗国礼老师。能够老先生的建议堂落一些线数是最聪明的哈，因为当下我们是把你的缺点要你纠正过来，你改过来之后，你其他都是优点啦。好，这个要习惯，要名誉厂商要鼓励你们继续去做。每一个老师针对你今天表现的缺点讲出来的时间，你就要记得，下摆再挑战去甲嘅
好唱歌的方式。啊，长春今咪唱跳跃首歌曲呢，我感觉到讲，有人个上面讲的发弹落去，但是你调整的个长度还没按太，好，还可以有空间再继续调整它。因为亚述国味它难度很高哦，它这首歌的里面旋律有很多半音在的哈。我给你欣赏那时候还是黑讲你的 pitch 还蛮 OK 的，很多半音你都唱得蛮准的，也没有在音准方面还冇乜个调太嘅问题。啊，但是有较大众一些主讲，给你对亚述歌曲嘅发声位置，总觉得不是以前的陈赏君唱歌的那个位置。你可能是不是因为你刻意去调整你的发声位置，然后你为了要记住评审的话？然后就有一点点矫枉过正了，哈，偷偷客家话就讲偷偷，哈，标准的客家偷偷喂，偷偷的偷偷喂，你这两个字唱的有点歪，很歪。上尾条条老义讲俩杂故事。那之后刚刚讲，今咪唱亚述国曲呢的重点还是在你的发声位置，都在这边。好，都在这边，从头到尾就是低音也好高，而且你今天低音没有很沉稳，下不去的感觉。那要怎么样调整，兼顾之前给你建议，然后加上今天给你的建议，你要一步步的去修正自己。我一直强调，已经是核心赛了，每个人都拼了老命要把最好实力拿出来，一定要时时的鞭策自己，好不好？加油哈 ，OK。好，按这些，好。好，加油哦！跳。好，以后请教你好了。那更完蛋。开玩笑，好，恭喜你，好。啊，还蛮空本书好的。没恭喜你什么？陈长君那本书。好，不差。哎呀，很做的，哦，加油！好，下次选歌要注意一下，好吧？好，来，回做休息。上来。廖飛賢帶來媽媽留崖向下衝。有條歌唔係是客家冇咧，當是客家，因為佢本來就係媽媽。哦，睇看。大家好，我係廖飛賢，呢本嘢我從呢條歌按到媽媽留崖向下衝。啲下當到學教，冇時係合唱團都要教呢條歌嘅，不過大家都唔知呢條歌其實係愛寫嘅，所以想講根本你自家來唱呢條歌，希望大家記得媽媽讓我向下唱呢條歌係愛寫嘅，我係廖飛賢。細細嘅時節，愛就愛唱山歌，無馬嘅為圖書，絲毫唱山歌。欣賞高愛唱，長夜來思啊戀，偏偏愛就愛唱頭髮開。春夏秋冬南邊北邊，愛用過了10多年，一頭來來都應長地紅，唱是233。小星星又過2年，夜公出來唱地自家動到唔記得唱山歌，唱啊唱啊唱山歌，唱啊唱啊唱山歌，唱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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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山歌。
生日是天爱宠，你呀穷下来，大家来唱歌。西蒙台这个，哎呀，这，谁与争锋啊？哎，这唱他最拿手，去甲写还国语呢，对吗？对啊。这首歌有本来是跟那个双宝一起唱，对，约拜嘛，你自己弹吉他作者，然后两个小女孩。因为我写本来就是要跟他们两个一起唱的，对，然后今天自己唱，那就最适合不过了呀。来，先来谈一下个哲伟老师的。许哲伟老师。我讲迄个家根本就无特别应该讲我在享受，我后来把耳机都拿下来了。我知道俩几个潜水站都六强，大傻就有几个特色哈。我们有创作的，我们有人生历练的，然后我们有声线很特别的，然后还有动感的、唱跳的，对不对？还有唯一的男生哈。我就知道，董浩宽，当然啦，像罗国立老师讲的，慧清算迄你俩几。比赛底杯都当特别显属于唱几个歌曲嘛，因为可能因为唱几个歌曲，唱得好是应该，不能出应该。那我们都一直希望说可以听到他在唱诠释别人的歌的时候，是不是也能够把自己的情感投入？我拢讲哦，有一件事情同重要，我記得輝慶啲台當有講，佢講希望大家都會聽到我為客家人寫嘅歌曲，佢一聽到自家咩要唱得好。不管唱自家的歌曲，也係配啥的歌曲，我知道人家啲舞台當播越來越好，因為他從一開始很緊張，到現在更能夠非常的自在。我希望你再放鬆一點。今天給你首歌曲，我沒有評語，因為我覺得就像自己生的小孩，每一個自己生的小孩都是最美的、最好看的。我覺得你最棒的就是保留溫暖的感覺，你一定要維持這個溫暖的感覺，好不好？不管你唱自己的歌還是唱別人的歌，然後希望你在這個舞台上享受之外，然後再精進一下自己，譬如說只有小小的 pitch 的問題。其他我都觉得很 OK， 然后再放松一点，好不好？他 C 位点位啊 ，C 位安好宽，好不好？加油！好，我没有特别要说的，因为这个歌对我来讲就是很棒。如果没有给你满分，就是希望你再写更好的歌。哎呦，加油！那会不会每一个都满分呢？哎呦，补充一点哈，你有一点有一说是让我还蛮喜欢，这个你之前跟在舞台当中，不管唱偏野国也好，唱气改国也好，那种换气不顺。已经渐渐的改过来了。对，你之前会因为紧张，所以在你换气的时候，那个紧张是被听出来，而且很明显。我还发现到前面你唱，当然也可能因为你气给他国的管很啦，很顺畅，已经没有那个紧张急促的气音出现了。那这件事情你要把它做好。其实我个人比较在意，就是说你在唱歌换气的时候，那个不顺真的会让我。觉得啊，很可惜，董大松啊呢，我还想过，你那老爷在开店改过了以后哈，我觉得就没有什么大毛病可以挑了啦。很仔细，欢迎他分数。刘飞卿的分数。谢谢。95分那个。下一次你就多写一些歌，对，就自己唱。再写5首。其实慧清其实哈，因为我们刚刚在讨论的就是，因为你是创作型歌手，所以我们想要多给你建议，所以我们大家都会抢着发言。然后基本上我会给你一个建议，就是说，因为你去甲国，你做对唱都当顺好，我偏远国外可能会紧张，所以你练习的时间啦，你交换唱，就是你试试看，一边两边三边唱去甲国以后，你就分偏远的国来唱。就这一直交换，因为你这个时候会感觉到你的整个口腔的共鸣，你怎么在运用你自己最舒服的地方。我都哈数狗的时间，偏音的狗的时间，你做对腔要按爽快的唱歌的嘛。然后这是一种我自己在自我练习的方法啦，你也可以这样做。OK， 安子 C， 安子 C 啊，恭喜你，系啊，恭喜，对。扎下5条歌的继续编下去，是第1名的，因为那种分数难以超过了吧？好，谢谢。
谢谢，恭喜恭喜，好，来回座休息。我杀下来呢。拉一口，带来，哎呦，你高的呢？哈？哎呦，什么安讲？俺唔知啊。哎呦，给创一条歌的。我很期待哦，我真的很期待，我想应该搞我有另外一种风味哦。做乜計？我來叫一聲小姐。我來叫一聲小姐。你要說做乜計啦？我來叫一聲小姐。你要說做乜計啦？那個你要說不用講啦。好。我來叫一聲小姐。你要說不用講啦。好嘞，好嘞，要谁帮你讲？不对了，今天带来小时候最常在电视还有广播上听到的《Say My 安阳》，那跟乐队老师一起改编了这种舒压版本的《Say My 安阳》，希望大家都可以跟我一起好戏汉宁。Say My 安阳，就传给一个发。这个想法是你想要这样唱，还是小康老师跟老师讨论？哇，那你们这样子讨论大概花了多久的时间呢？大概讨论了大概5分钟吧。地步方東面啦。有時愛彈有一啲嘅唱嘅咧客家八言嗰種啊。係錯。前面。錯。那注意彈下呢首歌也要小調，還也要往每條，也要嗰種堅持啊，嗰種曲啊，也要入面係。這首歌很應景呢。沉水平又要多一條歌嘅合唱嘅。瘋瘋嘅嘴唇摸着快講法 Say my 安將 Say my 安將三個嘅秒彈法標準嘅身材甜蜜嘅笑容實在安得寧夏風花有嘅入來咋 Say my 安將愛瑪莎真的是朋友好散，愛見唔會差。風花有個入來咋，聲愛安靜愛瑪莎，真的是朋友好散，愛見唔會差。噠噠噠噠噠。就唱嘅一句話，啪啪嘅牙齒，瘋瘋嘅嘴唇，沒咗會講法。Say my 安將 ，Say my 安將，三個嘅秒彈法，標準嘅身材，甜蜜嘅笑容，實在安得寧夏。風花有嘅入來咋。真的是朋友好散，愛見唔會差。風花有個入來咋，聲咪安將愛瑪莎，真的是朋友好散，愛見唔會差。啦啦啦啦啦啦啦。愛見唔會差。
哎，这个厉害了呢！哇！有10分嘛？要么可以买你了。看到这个花朵都掉了。朋友，你男朋友呀，还有好朋友。哎，你3个你很花心呢。那个乐团的好朋友。哦，那你为什么要带着他们相片？宣传吗？因为就是我在录那个专辑的时候，然后我的对，不好意思，歌王，你等下访问他作者哎。没事。哦，谢谢。哎，这很像要丝感冒。没有，我觉得你做的很好啊。你做的那种氛围很好，来。凤发。哎，我这非常敬佩你，敬佩你。他刚刚膜拜你，你知道吗？我也是膜拜他才唱这首歌啊，不然要你要向我献一条歌哎。因为我小时候，我上次不是说听《天空落水》，那个只有在课本里，没有真的在真实生活听到。流行音乐听到。那这首呢，在历史课也是小时候听的。历史课，就是小时候那个叔叔阿姨大家在唱卡拉 OK，只有唱这首是客语，其他都是国语或台语。这首歌是这么算是真的客家界非常经典的歌啦，也不是因为我唱的关系啦哈。是。这你可以把它我引经据典诠释的另外这种风味，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佩服。我每天都一直听到你的声音，对啊。而且这个想法是。你想要这样唱，还是小康老师编成这个味道？跟老师讨论，老师教的好。是哈，就是欣赏抖恰。哇，那你们这样子讨论大概花了多久的时间呢？大概我们前后这个礼拜大概讨论了大概5分钟吧。真的就是在彩排的时候。他也告知你说啊，我想要这种。没了，在前1个礼拜歌单一出来就讨论。真的，我佩服这首。也谢谢老师们把这首歌。你自己在家有这样唱一遍吗？哈？你有唱过吗？我还有拍影片给他看，还有唱，边弹边唱。又在电话教学了。哎，对，用电话教学。你现在弹，然后我帮你拿麦克风，你唱一下。哎，不要了，千万不要，千万不要。一小段就好。什么会安详？什么会安详？亲像一发哒哒。对，我跟他讲，大概用这种气音，有没有？什么会安详？这样子。啊，他诠释的比我稍微好一点点。我以前有做过一张 XRCD 的专辑，那我也有把这首歌摆在里面，然后也是有点做那种巴萨罗巴的感觉，巴萨罗巴，罗马的巴萨罗巴那种感觉。但是这种像他这种灵魂，没有像他这种灵魂，你这种灵魂我真的唱不出来。你这种灵魂真的不简单呢。你想要巴萨 Nova？ 我要听老师讲别的。徐世伟老师，好，其实哈，就喺講巴薩有種歌位啊，其實當到嘅歌數都可以表現得非常好。可是藝術歌位，它可以改編到已經幾乎看不到它的原樣，可是它有帶到另外一個新的生命，這是一個非常厲害的地方哈。白白嘅牙齒，紅紅嘅嘴唇，摸着快講法。頭擺咱講過嘅咬絲嘛，東西，近邊其實都有注意到，還有人嘅表情，然後全部都到位哈，全部都到位。所以我今天真的非常喜歡看你今天的表演，你今天是我所有看過裡面最讚的一次，最棒的一次哈，真係當真。啊，希望講。後輩表演也好，後輩唱歌也好，我希望講最後拿出安尼精神，保持落去。我希望在客家歌曲界能夠有不一樣的火花，然後也能夠看到新的東西，然後讓我們客家新生命哈有較多無窮樣的東西幫大家展現出來。OK，安子 say。好。以前啊，今日有講嘅一句話，你會發現哦，這種有人老嘅哈。
以后我一本的分数没动过哈。今日我今天找到了2年前在桃园客家文化馆当初第一面见到的那个赖雨乔回来了。今日对你的经验那个程度，就是那一天停在那一天。后来你进来闹了之后，我一直觉得怎么当然给他赖雨乔，可能他赖雨乔又唔简单了咯。我印象啊，因为你从是要从偏远的国外，那花动作时间去练习嘅。我知道今日本身分数同过哈，我今日知道今日前面同正确的方向，同对的方向，让自己嘅实力完全表现出来一个方向，就係你去改编这种歌曲。透过今天的比赛，我更加的相信赖雨乔，你是一个很智慧型，你听得懂音乐的歌手。什么叫听得懂音乐歌手？就是乐手老师给你什么样音乐，你可以怎么样去唱。好。那小康老师他就是一个很棒的乐手，可是他不是很棒的歌手，因为音乐，对不对？音乐这么好出来，他还是什么啊？你讲嘛，那个唱腔不会变嘛，哈。真正一个听得懂音乐的歌手，他是可以像赖雨乔你这样子的。巴萨来我就有巴萨的唱法，对不对？摇滚来我就有摇滚的 rock 的方法，这个就是赖雨乔你的强项。后面的路会这样会越来越辛苦，你就朝这个方向去走，去改编，唱自己歌也 OK， 去改编。去颠覆传统印象，你绝对可以拿到很高分。加油，雨乔，加油！申梦学长，好棒哦！这首歌，对啊，添加了气音。客家界的小野丽莎有没有？对。哎呦，申梦，太屌了！我刚刚就是想要讲小野丽莎，我觉得你比小野丽莎还厉害。真的吗？录下来放给他听。好。来，换粉书，好期待。来，给我粉书。哇！哇哦！申梦老哥，大家都记得你了呀。申梦海军，各位恭喜！旗开得胜啊！好，那我们一起来看传统组的比赛来。哎啊呀，3号的那传统组的比赛了哈。哎，今天是元宵节。元宵节，好，元宵节快乐！哎，安尼来看比赛啦哈，因为今日6强嘛，6强，已经进入6强的比赛，积分赛啊，所以哈要6礼拜他搞较认真的，看卖咧积分做得较高较强，哎，较大。因为今日係元宵节的关系，所以今日来动人。一个姜阿伦闹元宵啊！好哦，精彩哦，闹热咯。啊，现在介绍评审先生，好，李秋华先生，恰克先生，罗毅先生，梁凤博先生。梁凤先生今日做个贴片无公平。他家有看到梁凤博先生哦，从佢这40年前那个西装都拿出来做嘅啊。你可以双礼拜要听做啊，都会呢。双礼拜要做啊！哦，佢提供根本日。係貼片嘅嘢嚟，元宵節。元宵節。嚇，他家一難得有一種機會，都安尼鬧熱大擂台嘅現場做嚟談到嘅梁芬婆先生嗬。哦，我記住係我哋呢梁芬婆先生嘅創作歌曲咯，為了元宵節來特地量身定做的，啊，今日帶嚟我們大家聽嘅。係啊，哦，他家有福氣，安尼談安尼梁芬婆先生帶嚟一條歌，人都鬧元宵。新年过节，元宵到，家家户户庆元宵。日落暗歡慶，自拋鑼鼓響連天，地步放光面冷。南南路路搖搖搖嘅看花燈，包公成國快，最強應是馬。牛郎飛正，氣色飄爽。
呀去相逢。一生是好无分来潮台，汹涌感人心。最好建议好危险，好心感空天山南星看了梦真连连，看啊看发电，闹啊闹眼神，年白呀。再见。哇，重赏鼓励啊！哇，梁老师，老师，敬佩敬佩好敬佩，好棒哦，好棒哦！真的是宝刀未老了哈。啊，没有老吗？没有啦，没有啦。搬路了哈，搬路个潮歌一潮歌掉嘞哈。老师真的很厉害，他在什么在客家界啊，什么都是用第一的。对啊，你看没踢100老妈嘅客家的流行歌啊，然后伴奏为哦，家下是啦，家是龍歌哈，兩國廣播公司哈，啲所有嘅小跳嘅歌曲，啊，佢用鐵裝鐵擺用嘅絲樂伴奏，家應該二三十年前家下鐵裝就應該唱啊，嗰陣行動劇啊，嗬，嗰時係應該係對呀，就把那個客家流行歌帶到不同的層次去，這中西合併那種感覺啊，嗰時係，然後就希望兩國廣播公司嘛，本來有係機會啦，老師真的很厲害。老師一條歌，你真係 V 到啊，你年手即寫還是sao呀？寫了一首歌嗬，我要當題嘅感想啦嗬，因為我哋客家嘅小條歌嗬，做咧講咩講當多啦嗬，喺像我哋啲比賽嘅競賽嗬，佢唱咧唱而家寫了幾首歌啊，咩講啲當題改變啊咁嚇。有時愛彈有一啲咧就唱嗰啲。你客家畢業嗰種啊，係錯，前面錯，你啊，那注意聽嚇，呢一首歌也要小調，還也要往每條，還也要嗰種驚喜啊，嗰種曲啊，也要啊，然係。這首歌很應景呢。綜合啊，陳水平要多一條歌去學唱嘅，哎呀，太棒了！希望大家對呢一首歌嚇要一獻詞，但是好似呢一首歌咩講當好唱。連熱參時間了後，可能你唱起之後適合啲咁樣。了解。是。好，你今日非常多謝你兩位博士今天嘅節目做咧當好嘅示範啊，係啊，安子生呢，謝謝啦。過來馬上專業那個評審座位。今日要麻煩你咯，哦，辛苦對唔對？哈，安子生，謝，好。安尼唐體安尼梁文波先生帶來安和堂嘅歌曲以外，嘿，安尼請安尼李秋霞先生來講一下。好，有請到秋霞先生來講今日嘅主題。好嚟，歡天喜氣鬧年少。安尼分數安樣咪安逢。就看唔到嘅表現，今日安尼參賽者有請一位非常好嘅搭檔partner嚟對唱小跳，但是你安樣咪將嘅分數拿出來，就看唔到整體嘅表現，有夾索麼？加油啊！好，今日主題就係夾索，考驗大家的默契。對啊，今日帶來也就 partner 啊，哈，所以也就搭檔啊，哈。我是講好朋友。你帶到好嘅搭檔嗬。人家分數可能會，人家表現會較好。還帶到唔好嘅咧。哦，嗰種係就一個老鼠屎哈。哎呀，壞了整鍋粥的。所以。佢對方唱嘅嚇 partner 嚇，佢分數冇點咩都安尼分數。哦。冇點咩咧，唔過強調唔好攞佢拖累就好，比較重要。冇拖累，對，冇拖累啊。啊，李秋霞先生講得非常詳細哈。嚟，今日這樣叫咩比賽，T 組齊元lau陳元生帶來桃花開。嚟，彈看啦。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今日会对唱《土法会》，係讓我3個班嘅理事長哈，共下練習哦，要請認真哦，希望今日做得順利過關，希望大家。上啊2、3號，夜想來曖昧豔陽那裡走？愛上哦。夜想來曖昧想啊那裡走？每張每三來每叫名那裡放啊得喲？阿哥，你想唱歌嘞？心肝阿哥，你用愛我。哎，用愛我啦。路外雞身上來有兩三號。面面就有嘞。北部點讚有，天用哪裡走？木上點讚有，上啊哪裡衝？高張高，路點讚有，救命哪裡風啊都有。頭髮開來，腳把那裡望，明明計落梅，就計2、3號。哎呦！落梅計玉簫，當地豔陽陣；落梅計人心，當地計上牙床。每張每兩人交情，叫名那裡放啊得喲？啊哦，個毛頭你想唱歌嘞？哎呦呐愛死咯！心肝阿哥，你用安迪。當作愛條地了。該我愛要該好東西，我來生啊，要該3件寶。阿哥喜安愛，可會加分意？該是好嘞。高張高，兩個相好，唔好分地呀，真有。這對什麼本意的哦？頭髮開來，腳把那裡望，用面天就笑容容。阿哥來真心對愛好，將來結成好姻緣。好生好，將來結成好姻緣啊！真有。哎，讚！哎，元氣，歡順公。哎，乜嘢啊？嚇，歡順公啊！哦歡順，羅詩恩的阿公歡順，歡順阿公。歡順。哎呀，阿公，好久不見呢。不久，好主持人，用得好。有冇主持人啊？平生先生，大家好。哦，今日特別活潑。有水爆啦。一直以來，今日水總爆。講好堂是活潑啦，講壞堂是還巧哦。哦，還巧哦，安尼啦，配合人哋啦，配合你們啦。哎，冇嗌冇，今日當真件哦。當端莊哦。阿元靜用我唱嘅都安尼李思總嚟團合唱。哎呦，係啊，這是個緣分啊，哈，愛緣分啊，哈，愛嗬學生國家哈，要俾他去兩灘嘛，那個大擂台去嗰度表演嘛，哈，記得哈，愛去到嗰度哈，愛去看到誒，咁咪羅詩恩嚟加工嗬，第一睇下先，羅詩恩大蠻瘋哦。阿哥，理事長，讓到他主動嘅啊，唔會從山過來到學嘅啦，嗬。哦，我上次聽到啥學，叫好啊，來啊，我主動喺中山社區嗬要啊，嗬要了3個班，我講好嚟呢，嗬，我是嚟特別就看到，哦，很好，真是按到高手，我講好，去來也到學咧。
哇，是今年的事情，今年2月，做动医好哦。我带信奉。哦，信奉是主动到主动，嘿，我就讲哦，嗰度過少按到吼，冇有學動打雙，係啊，佢前輩動動。安尼理事長教唔到錯。係，佢講啊，係其實問題啊。哎呀，在學生嘅樣板。好搞冇？請上教。哦，啊，今日鬧元宵嘛，啊，佢也注意夾縮落嚟，嚟請教下立秋下先生。好，什麼？你頭髮佢啲數高曲嚟講，出嚟安尼客家小條對窗接上去糖度嘅，唔過樣本現將呢數嘅果園創得好，一簡單嘅歌曲一創得真好，冇咁容易。所以你要加創嘅時候，雖然是輕強數，唔過你個美院數員都冇數得獎，嚇。你嘅台風有分數，但是你個美院嚇，唱嘅。什麼？心肝阿哥，兒娘會安昂，多那嗦，娘會安昂，就冇睇咧。安昂，多那嗦，那每人轉下講得會好聽。冇昂啊，昂都昂睇咧嘛。昂，3年一嘛好聽哈。還有你咬絲，你體團。6點鐘有救命那裡風，你起音唱着救命那裡風啊，都有人唱吧？哦，救命那裡風啊，都有，乜救命啊你咯？我感覺很突兀。6點鐘有救命那裡風啊，都有。第3團3千步，3千啊3嘢必可以冇做出來，你3千步哈，啊你咬絲必可以。好，注意哈，你咬絲哈，體質上嚟看，係做啲人講嗰種樣咪聲音、潤腳、颱風嚇，那個非常都要分數，所以今日唔講到咧分數哈，服裝方面一做得啦，今日應該製作單位要求到個顏色節，你就統一要注重到啦。應景係錯，非常好，係加油。好，安尼就可以下分數好嘛？要你做7億元老陳雲生嘅分數。那煮一套有多少錢？差不多500塊。500塊哦，都網絡上有賣，網絡有賣480美元，也給莫位580。哦，這好像看錯了，480那個是紙做的。你有冇像送包了一樣啊？從頭到腳安尼，全部樣樣啊！出手當好啊！都係條講安尼，老公嘅廢話，也樣嘅廢話，你講。我以為是說婆婆的壞話。婆婆啦，哎。啊，沒有啊，沒有。好，安尼嚟，嚟看一下分數好冇？要你做7億元老陳雲生嘅分數。好。91分。阿公要滿意冇？有。有啊，有個學生啊，你打95分，要韓國卡滿意咗啦，也係唔會差啦嗬，係做得。唔係，要累積衰，再學習好。累積衰，T 禮拜嘛，係啊，後邊還有5禮拜再加油嚟，好唔好？慢慢累積，再接再厲。好，安子 C， 謝謝哈，謝謝安子 C。係。好嘞，殺下來。蘇錦全老鍾漢一帶來滿布。唐安。觀眾大家好，今日係6強，係男5對唱，我一盤呢係鍾漢一小姐，我希望今年在為我嘉賓，佢係冇話我是冇太假。
肉身豆腐球啊，先生啊，勇子啊，上啊溜，上啊溜，呀呀吹，来起鬼，朋友做什么呀？来哟哟的哟。敲门来先拿先，先来我的歌。喂，叫我做啊做啊做什么？敲门来先拿先，有点好羡慕。点两三件咯，先生啊，勇子啊，啊溜，上啊溜，呀呀吹，来起鬼，朋友做什么呀？来哟哟的哟。敲门来先拿先，先来我的歌。喂，叫我做啊做啊做什么？敲门来先拿先，中天有几多？写个900块啊，先生啊，勇子啊，风啊溜，上啊溜，呀呀吹，来起鬼，朋友做什么呀？来哟哟的哟。哎呀，我跳到你的盡情歌。哎呀，要不三樣先生啊？韓英姐，好久不見。來，啊，退休改行咧，改行嘅係嘛哈？南美法官先生啊，我真的，我剛剛來嘅時間情歌，啊，檢唱講咯，啊唱歌起來咯，啊輪到佢衝嘅係唔唱，係鐵建重點哦。人論見面一打扮得都安尼啦，啊。你用我這一擺唱嘅都係你大魔王的團合唱嘅，有冇一難得？很巧合啦。上次魔王的時候呢，人不有術師嗎？沒有，沒有認識。我就在那個後台，我就說，哎，當小姐，假設我能夠進入前6名，我請你搭檔可以不可以？他滿口答應，我很感激他。哎呦，對，哦，可以用姊妹喊魔術師。魔術師，魔術師，你這馬上就答應了。沒有，像講生平老其他其他的人有合作過，對不對？冇老法公合作過啦，冇那種對象啦。沒凊彩哦，大家好唱客家歌，那互相幫忙啊。對啦，非常好，非常。他個共同來推廣咧客家文化咩？一陣。咁就來談公平咯。好，歡迎車橋嘅先生。一首歌曲本來就當出道嘅唱法哈，但是呢，人家嘅總係咪小子啊，都個帶你啊，帶人哋嘅事情上哈，點樣講？其實哈，人家各位唔是講佢帶，唔是個刺眼就好，因為你本身嘅雙面情啊，叫橋嘛，應該係唔來做主動，但是我看單單就做被動嘅啊，當然啦，也最重要就講。佢從小自己較表嘅佢，你本身啊就講較冇按開放啦嗬，所以喺動作方面就較被動地位。你講呀對唱，我哋默契就應該要當對答啦嗬。當然服裝方面都冇問題，但是唱歌方面啊，就有時要同講一下。第一就係個竹筍保護潮啊，保而個咬絲方面冇講清楚，尤其喺天熱多啲時間，佢問你歇。點2、3件，到時候就硬要過去啦嗬。敲門來先拿先，有點好羨慕。點2、3件咯。所以猜你也唱一個對唱嘅時間，自家歌詞一定要配熟來，動作唔自家動作做嚟帶動佢，當然佢來帶動也前好啦嗬。能夠講本現場嘅一個前言可以啦，咁講一架一發拍讓我前言嗬，但是還係要。進步嘅貢獻咯，加油哈！加油！謝謝老師。太嚴肅了一點，放一點。冇關係啦，冇關係，冇關係啦。叫佢就關係。唱多擺都關係。來看一下分數哈，來。數金泉老總漢語嘅分數。好。90分。哎呀，90分，有滿意嘛？啊。
满意。对，安尼阿全哥今天算是有突破了啦。是，要升上去煮的哈。嘿，煮一拖要多少钱？为了你节目特别煮啊。哎呀，安尼哦。安尼煮一拖要多少钱？差不多500块。500块哦，哎呦，你看，那如果是要整套这样买下来，要花很多钱吗？整套那可能就要等100年以后再来买了。想讲嘿，今有打折扣方买下来，今日用的。嘿，到网絡上有賣，網絡有賣480美元，哦贏嘅冇誒580。按左右買貨呀。我沒幫人用誒，我做公爸婆用誒。小康老師好像有話要說哈。你也要一件是不是？没有，老師好像看錯了，480那個是紙做的。他這個不太一樣。對。那沒關係，我今天晚上回去我就上網，我買2套給你，好不好？我很大方的，我很大方。他要紅色跟藍色的，他喜歡的顏色。開玩笑，開玩笑啦。謝謝。好，恭喜救生團安之星，好來，回座休息哈。好來沙來。Q 難道天秀英帶來鼓手肯定。大家好，我今日我來唱對唱。我唱到個天小子來，讓我唱下唱。我兩個貼片去買，唱讓個山，唱讓個海。親友看睇哦，請大家拭目以待。鼓手哦，海军，哎呀，小慢摸慢人手啊。
小羊菇啊，这样更烧啊，哦，所以阿寿上到他肉都错。哎呀，不能是他肉，没关系啦，不能是他肉啦，哎呀，我查啦，没礼貌，他也知道你长得比较大嘛。他把，你用咪像松包咯，样啊，三副从头到脚安尼，全部空样啊。对呀，一模一样哎。鼓手当好啊。鼓手感情都好，胸下已买衫啦。啊，做乜頭講安尼，老公嘅廢話，講嘅安尼嗬。講埋唔會啦。講啞娘嘅廢話你嗬。啞娘。就講岳母啊，係嘛？哦，我以為是說婆婆的壞話。婆婆啦，係啊。啊，我沒有，我沒有。我記得你好像有跟我講過。什麼啦？沒啦，開玩笑。阿壽，你不要這樣子好不好？哎呀，會上有說是啊，好朋友哦，真嘅係好朋友。哦，安尼好朋友今邊就帶來一條鼓手昆定都通公平啊！係，有請到羅英先生。好，今尾倆組哈鼓手昆定書線呢，先來按攏呢條畫面非常嘅好看。好，香港呢條嘅上映搭配起來呢，也係很好的默契的感覺。哈，你越看越睇哈，出去到非常嘅舒爽。哈，所以呢一部分呢非常嘅加分。香港呢係講到對唱行嘅建議，因為呢條係人演唱樂團哈，所以呢冇到最尾期嘅時節，兩個人合唱。學看東岸樣板來搭配一下，譬如講嚇呢條係講最少咪對唱一句，鼓掌鼓，手掌手，嚇，就按樣應該搭配，可能畫面會比較活潑嚇，相同的嚇，香港上映呢咪唔係單唱嘅先彈一個演唱，就嗰彈兩個一個演唱嚇，按樣嘅感覺我處到會較好嚇，呢係對唱嘅部分嚇。另外嚟講一下呢五台姐嚇，呢唱嘅我處到基本唱嘅非常嘅輕鬆。嚇，香港呢唱起來呢冇乜嘅壓力，所以呢係部分我要幫你當好嘅評價嚇。咁講呢，呢銳記可能你係使我唱下清楚啲喎嚇，聽一團嚇，你自家唱嘅時間復演嚇，你係唱下清楚啲。到處鬧嚷嚷，無人看吧，要比少年郎。香港做來時要來想。好，呢一片哈，因為係你自家嘅部分，所以你可能會唱到很下清楚的喎。講咗來啊，哈，整體非常的舒服，畫面好看，聲音很搭配哈，這非常的加分。所以呢，恭喜你簽到一張當好讓你搭配嘅音，哈，謝謝，係是嗎？王先生，曲彈到天秀妍的分數。加分很多，哎呀，哇，恭喜兩位鼓手，好嘛？哎呀，阿你，多謝啊！剛剛還要說，來，一下。你看下一昆定啊，哈，安子些什麼？好，下來。總元健由鄭博雲帶來唱順歌。大家啦。各位朋友大家好，今日係對唱，係請到詹博文先生來同我對唱。平常睇自家是無限啊，無限好對唱哦，來練啊，今日啦，兩小時來到了有練了幾拜啦，覺得默契呀，還不錯啦，啊，請睇自家同我多多指教，啊，謝謝。三夜的來就是啊，是情夜。
哎呀，哇，两米好，大家好，哎呀，天心好，的柯博文，母子档，啊，张博文，哎，又见面了哈，哎呀，你要我前面到几呢？因为歌友妹。啊，同一个班的。不是，歌唱比赛他爸会穷哈啦。哦，歌友啦，歌唱比赛的朋友。哦，所以你哋人家节目比赛出去以后，还有接有一。佢党委比，跳歌啦，佢跳歌党委比，你要当老师去教小学生，你就会啦。佢教数学嘅。哎对。哦，数学呢？真的哦，那我这辈子跟数学没缘。好厉害，无法驾驭。这个是那个逻辑哦，对，数学要懂后啊。要很厉害，真的不容易呢。哎呀，有没有什么这种？就我上次比如考你，比如说一个糖果1块钱还是2块钱？然后，算了，听讲，我真的快，你背都背不起来，你还想要考他？老人痴呆了怎么办？他自己 Q 说听奖评啊，听奖评，是，来听奖评。哎，分享2分破先生。你2、3寫嘅歌哦，當為寫咯嗬，寫了首歌，在對唱來講嗬，你係歌詞要比較上好排掉啦嗬。實際嚟講嗬，你講係 key 方面嗬，因為軟件嚇張元傑呢嘅 key 可能要高嘛，所以到配合部分人落嚟哦，讓加當到分啲嘛。謝謝。讓加到當好嘅效果嚇。謝謝。唱起感覺嘅部分唱起來嗬，嘅效果當好。而家為數嗬，是兩建議啦。聽着某期某你唱上那個輕嘅為數，也多少個人然後冇上去啊哈。按啥下來佢本來呢就個戲啊落啲戲嘅為數係全部整句的這個呢合嘛，啊忽然間呢度聽一團個，條線又冇，喺電視就聽一團，讓可以試下嘅嚇，按感覺起來有咩講當好玩嘅啦嚇，希望係咪後注意到啦嚇，整體來講嚇，你簽錯嘅咧嚇，部分俾你加分錢多嚇，基本上我本嘅分數就以好嘅分數啦嚇，冇聽講按到夾人講，哎呦，個分數變削到冇埋要分數唔會啦嘅嚇。謝謝老師。分數咯，狀元鏡樓展部分嘅分數。90分，哎，分数1個哦，謝謝。對的人，找對人，謝謝。加油！安子 C 哈，謝謝，好，來回座休息。謝謝老師。93分都有禮貌。係咪啊？呢個89分，飛都唔會飛。殺下嚟。來前人流，羅別正帶來鬧五講。動物歡喜咧，唱動來咯。唱歌很屌絲哦。謝，我謝謝賴老師給我這個機會。賴老師在哪裡？哦，賴老師，好，對不起，我忘記。嚴永真。我講一個以前同是正經的嗎？正經的。讓個拐掉母孩年你痛，唔啲賺到嘛應該。啊，唔記得啦。唔啲賺到嘛嘢死不空啊！唔敢講。我哋今日來聊嘅係男5對唱，我係對唱嘅潘係羅必俊小子，我哋佢係啲天窗人男5對唱第3名，希望今日要較健康好嘅成績，希望大家。
吱吱吱就是奶哟。叫得来女家送了心魔。叫得来阿哥，就开啊开了心。紧叫紧送心难哟。紧叫紧开心是奶哟。送了心。啊开呀开了心。情似彩。艳阳真。艳阳真真。小妹好调情啊，闹到来你讲哟。娘啊娘哎，你讲你相思闷哦。什么东西就是奶油？什么东西就是奶哟。有糖豆哪个？糖豆的昆虫就是奶油。昆虫用啊用饭叫啊叫不爱糖。鸡呀鸡呀鸡鸡就是奶油。是呀是呀是是就是奶哟。鸡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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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奶油。是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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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奶哟。叫得来女家送了心魔。叫得来阿哥，就开啊开了心。紧叫紧送心奶油。紧叫紧开心是奶哟。送了心。啊开呀开了心。情似彩。艳阳真。艳阳真真。小妹好调情啊，闹到来伤伤的哟。哟。啊，两位主持人好。哎，你好，你好，感觉别整齐哈。动有呼吸呢，主持人好唱动雷呢。你真的唱歌很狗实哦。真的。然后那个身体的律动感又很好。个子小小的这样子。谢谢谢谢，我谢谢赖老师给我这个机会。赖老师在哪里？哦，赖老师，对不起，突然忘记了。什么意思？没有啦。这，莫名其妙啊！赖老师，那个眼看人低哦，我跟你讲。没有够。好了，今日用个安尼对答啊哈呢哈，创一条歌的哈，安尼谈一下公平啦，好不？来，有请到立秋下先生。今日撇阵吼，该舞台上的台风非常的俏皮可爱。青年哈，提穿嗡啊嗡啊。鱼呀鱼呀，你瞅到鸡呀鸡呀，一开始是鸡嘞。鸡呀鸡呀，鸡鸡就是奶哟。你喺度讲，你唱嘅歌词，唱出来讲，我相信你今日分数会非常的高，并且建议，因为两首歌用脑唔讲，千多年会鸡呀鸡呀挤唔出来下来，哦，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有两拍两趟的歌词哈，唱法的空浪，啊歌词也非常的重要。好，本着最在建议，好嘛？加油！好，谢谢，谢谢。来，还有什么？错唔错咯？哦，错唔错啊？错唔错就看分数了啊！来，来，请人的罗必真的分数。谢谢。错唔错还就是喜欢。这个有时候根本错唔错开多。老师的这个评语，然后讲到好像就觉得好像这分数应该是很低，哎，就没想到分数很高。你那还讲我错唔错？24分有。24分这用评语就我跟谢启国老师还个讲你冇错唔错，24分7分呀。哦。你们那首歌曲，大家就是耳熟能详的歌曲嘛。你歌词一错唔错，大概就底嘅东西嘛。哦。係嘛？好。所以注意啊。好了。好，冇看，来冇看呐。好，都在相用。叽呀。
好来，恭喜两位哈，恭喜恭喜，恭喜！来回做休息哈。我杀下来。林妹妹老林克雄带来片子歌。弹可能哈。相信大家好，我今日来到擂台，今日会对唱。我要请给林克雄先生来让我对唱。我以做忙式对唱歌，今日的第一次。对我来讲，当紧张当失恋，希望大家向前让我多多加油，好吗？不敢。我们林老师是国文老师，退休很多年了。啊，退休10几年。那你今天有没有准备一个可以给我们猜一下？我刚临时想，刚讲说，元宵猜谜嘛，告诉你2个很简单的题目。好来，一个，天下哪个人永远没有午餐可以吃？天下什么人永远没有午餐可以吃？题目不会难哦。白吃的午餐。白吃的午餐，对不对？厉害。白吃。好，那再考一题哦。哎呦好。哪个人呢不能在加油站当员工？哦，什么人不能？什么人可以不能在不能在加油站做员工？哦，油腔滑调人哈。哦，我讲一个以前那是正经的吗？正经的。好，正经的。哇，咪咪几好了。就是小孩子在玩猜拳的啦。好，那你说说看，来。热刚刚学中姜，姜必冇學中竹，竹開花學中瓜，瓜芒台摘來賣，賣冇3線錢學打面，面線團學打轉，轉團間學打鐵，鐵上路學起煮，煮為酒學起橋，橋為跳學起鳥，鳥跌倒起人角，人角拐掉母孩。
冇害你你痛，唔知賺到嘛應該。啊，唔記得啦。記得啦，唔知賺到嘛也死不可。啊唔敢講了。我发现你有活泼的一面呢，厉害嘞！最后一句我不敢讲出来，对对对很粗鲁。哇，安妮老师，今天他比你强哦。他比我强啊！你今天太震惊了，训掉了。你每好，要再想一些那种哎呀，提供一点这种素给我，以后有机会，以后有机会再来。好，不要太多颜色了。哦，对，好了，单纯一点，公平，好。恰克嘅先生。好，你面妹子来呢林克雄老师哈，甲唐义亮啥创业个片子歌，其实一片子歌啊，就迄条关于讲的游戏歌。当然啦，一首歌曲佢本身佢歌唱地度嘅内容来讲，係以一個西方影響而識嘅東西。其實通常唔是講唱嘅就會嗰種打情罵俏嘅嗰種歌來去表現，嚇。所以人家通常來講，就照人講嘅，一般人唱歌嘅該到位嘅地方，要到位都做得，唔是講去當做作啦，你嘛。尤其嘅嘢結束嘅時間，我可以做一個動作，嗌到評審現場大家都少。其實唔是，就人講嘅就唔做了，自然就好，嚇，自然就好。最主要就講，腔之人也冇辦法講哦，壞到啊！減下佢跌倒啊，減下佢跌倒。嚇，其實哦，基本兒童也林克雄先生佢所唱嘅一個片子歌，因為最主要一樣音質本身也高，嚇，搭配到一樣嘅林克雄先生佢同對唱嘅，所以講內容效果也相當好。但是呢，有一點地方也唱嘅部分我同講，可能講嘅誰來唱安相思，有冇？草江市，嗰地方跑地方草江市，唔知道佢定。合唱做唔得，改而唱嘅部分一定要唱得來，連三段就有人有前言。安相思，草江市，相思就唱來草江啊！所以自家以後在對唱嘅時候要注意嚇。各位，一個迷腔啊，一個兩三人合唱嘅地方時間。尤其你在最尾結束嘅時間，嗰兩三人咧，嗰種人講有對答喎，有默契喎，嚟去唱當然一定就要注意嚇。但是一般來講，兩三做嚟講也在美韻來講，也做嚟算嚟一講嚇。所以在分數方面也唔好有一差啦。不過還有一道地方還要加油地方嚇，自家加油嚇。唔拉說啦，因為頭到面尾之後，CC 上剛才講嘛，伊啊說呢播片子啊吼，喺厝邊樣偷嘅啦。片子歌啦，播片子。片子歌，厝邊樣。唔當播片子啦。傳來的啦。晚上才決定唱這一首。對呀，你冇帶墨跡，冇帶墨跡，安尼練好嘅歌又彎啊。好啦，看分數，好啊，係真。林面尾留林克雄嘅分數。91分，唔好查啦，恭喜嚇，係啊，恭喜。冇背本過誒。唔會啊，91分分數以後啊，哦，謝謝。好，林老師，啊，不是，你做乜你罵你？你連播片子都講嘅咧。你唔注意誒。我哋今比六位安尼好晉級嘅朋友已經創貼咧，要多謝所有安尼來聽書嘅朋友哈，按姿勢啦哈。係啊，長翠沙比賽的分數呢有18的差距啦哈。較後輩分數嘅朋友要加油咯哈，啊好嘅成績嘅朋友繼續搏彩。今日安尼節目都要哈告一段落，啊，我想好唱歌嘅朋友要動到，夾個嚟報名。報名專線0919388398，還有傳真電話0227778231。等下到嚟報名哈，今日非常多謝所有觀眾朋友嘅收看以外呢，還要多謝辛苦嘅評審先生，謝謝。夢想。謝謝。好，同時大家我唔記得啦，下禮拜空一段時間就時間呢，鬧熱大擂台，鬧熱中下擂台，拜拜。